回流加拿大近年都成為香港一個普遍嘅現象。憑住高端嘅生活環境同埋品質、優良嘅教育體系、頂尖嘅醫療服務，加拿大深受外國人士歡迎，尤其係受到亞洲人青睞。上一輯嘅回家，我哋探討幾位香港人回流加拿大嘅原因，分析過教育、稅項、投資環境等。5年過去啦。佢哋喺心態同埋生活體驗上有咩轉變呢？加拿大急速嘅人口增長，為居民嘅生活同環境帶嚟啲咩嘅改變同挑戰？回流或者喺加拿大定居，又有咩需要注意呢？一連4集嘅回家2，我哋會逐一探討下。長期以嚟，加拿大都成日被評為全球最宜居嘅國家之一。喺2024年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 發佈嘅全球最佳國家排名入面，加拿大排名第4。至於經濟學人智庫每年都會評選全球宜居城市指數，主要根據城市嘅穩定性、醫療、文化、教育同埋基礎設施等多個項目比分。喺2024年公布全球宜居城市排名當中，有2個加拿大城市就打入咗頭10位。排名第5位嘅係位於加拿大阿伯達省嘅卡加利，一個加拿大金融同埋文化嘅中心，盛產石油同天然氣。卡加利周邊嘅山脈係好多登山同埋滑雪愛好者到訪熱點。而溫哥華就排第7，鄰近美國，擁有壯麗嘅自然景觀，係沿海最有活力嘅城市，深受香港人歡迎。至於實際情況又點呢？以2023年為例啊，最多人移民去到安大略省，包括加拿大嘅首都渥太華、多倫多，有近20萬嘅移民人士。其次係溫哥華所在嘅卑詩省，同排第3嘅魁北克省一樣咧，移民數字都係超過6萬幾人啦。溫哥華嘅天氣係比多倫多好嘅，多倫多就多啲落雪啦，凍啲啦。同埋我都係熟悉溫哥華多啲咧，就舒服啲咯，所以我揀咗溫哥華。我覺得好似越嚟越多內地人過去嗰邊生活啦。咁其實我自己個人睇法咧，咁一個好嘅地方就自然好多人想喺嗰度住噶啦。啲社會啊、其他問題啊，我都唔會理咯。我就係想我第日老咗有一個好舒服、好舒適嘅地方可以養老啊，第日湊小朋友啊咁樣咯。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數據，亞裔加拿大人已經成為全國最大而且增幅最快嘅族群，佔總人口大約19.3%，令到加拿大總人口喺2024年嘅第一季突破咗4100萬，創咗新高。自2021年第3季以嚟，加拿大幾乎每季都多咗超過10萬名嘅移民。平均每季增幅有 0.6%， 2024年第一季嘅增長率就更加驚人啦，增加咗12萬以上嘅人咁多。因此咧，對衣食住行嘅需求一直都有增無減。加拿大政府宣布2020至到2022年吸納超過100萬嘅移民，以應對人口老化同埋生育率低嘅問題。不過咧，其後政策又有微調，未來幾年計劃吸納移民嘅人數縮減咗1/4。但始終累積等緊審批嘅移民人數仍然都係多，所以未來人口增長都會係一個大趨勢。國家更加重視移民人口嘅質素，而唔係單單睇數量。咁上一輯回家呢，我哋採訪過 Mandy， 細個時候佢同父母移民加拿大，隨後返到香港成家立室。喺 Covid 時期，佢同丈夫同埋3個仔女再度回流加拿大，咁覺得依家買嘢同埋食嘢呢，通通都好方便喎。因為我係 Covid 啱啱一開始之後入咗去，咁樣回流翻去嘅。咁但係我覺得有個特點就係，因為我係冇準備之下，我完全係冇 pack 過行李，冇處理過任何一切嘅家私啊。啲人話要裝半個櫃翻去，我係冇嘅。咁我覺得個好處就係，原來翻溫哥華俾我一個感覺咧，
係可以咩都唔使帶嘅。就算我哋每一隻自己用慣咗喺香港用開嘅匙羹啊碗啊，喺嗰邊都可以揾得到。我自己喺英國住嘅朋友咧，佢哋話咧嗰邊原來係冇梅菜啊，冇一啲特別嘅口味嘅嘢賣嘅。但係我哋喺溫哥華嗰邊咧，喺呢一啲嘅 grocery 裏邊都有好多呢啲唔同嘅選擇㗎。佢即係你想買乜都有，話有幾個新移民過去嘅朋友，就算佢哋一日都冇去過溫哥華，一次旅遊都冇去過，但係你一落地都好快咁樣去適應到。咁家長喺回家之前呢，最關注問題係公校同私校應該點樣揀。Mandy 嘅仔女就讀過屬於私校嘅 boarding school 同埋半資助嘅公校，發現呢各有優點。佢哋嘅全私校嘅 boarding school 咧有乜好處啦？咁我嗰時揀俾佢哋係因為我唔想再額外同佢哋補習啦。咁佢哋嘅 boarding school 亦都好好嘅。咁佢就自己本身咧就喺嗰個學校裏邊咧，佢每一次放咗學做完功課5、6點，咁佢哋咧就有一個 study time 咧，咁佢哋老師咧就可以俾佢哋嗰個問嘅時間。後尾我哋就轉咗去一間基督教嘅教會學校，咁佢就屬於半資助，就係因為佢就係教會背景啦，咁學費就平啲啦，咁但係佢個 academic 咧亦都係有啲要求嘅。下一集我哋傾下邊啲加拿大嘅大學較為出名呢？而大學畢業生喺加拿大揾工嘅情況又係點呢？當地醫療同埋生活嘅便利程度又有冇令到回流人士覺得更加宜居呢？我哋下一集回家會詳細探討下。選擇物業嘅時候咧，有一樣嘢大家一定要留意 location。location 方面點解會咁重要咧？香港嘅朋友咧比較上會容易啲去了解呢一樣嘢，因為地鐵沿線嘅項目咧，一般嚟講雖然樓價係會貴少少，但係相對嚟講佢嘅保值潛力同埋個出租嘅回報咧會高好多。其實喺加拿大一樣嘅，對於一啲地鐵啦或者一啲我哋叫 public transit 嘅或者火車嘅沿線項目咧，相對嚟講個保值潛力啊同埋個投資回報亦都會高好多嘅喎。